真正，今仔日实在是有够热哦！这个气象局是针对着全台湾10个县市来发布着高温的灯号，尤其是花莲、中国有机会连续来出现着36度以上的高温。另外，随着西南风甲山东型的锋面接近台湾，明仔载开始会转有雨，尤其是中南部的雨会更加明显，高雄部分的区域嘛会落雨。 天气真正是有够热，一透早冰店道人客等要食一碗清凉的串冰。拜是台北高温达36.8度，创下今年台北上高温的纪录。也因为伤热，大家拢咧开冷气，也互台湾用电量创下今年的新高。拜五全台油源是真热，气象局嘛针对花莲、台东、台北、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金山区也是溪谷的所在，发布高温灯号。比较高温闷热的天气所以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左右。事实上，只有在午后的山区有一些雷阵雨的现象。 另外在北部跟东北部的平地也有一些机会拜六礼拜随着西南风参移动性风面的影响，除了热以外，中南部落雨的情况也会愈来愈明显。尤其拜六罢寒的投票，高雄部分的地区也会落雨。清晨到上午之间可能沿海地区要留意一些短暂阵雨的机会那中午之后呢，可能要留意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情形，不过会比较偏向在山区。 这批雨水未伤大，后礼拜开始锋面离开，全台湾又搁恢复高温，有过到雷阵雨的天气。此外，也是爱会记咧风日头晒，而且爱炸雨伞，安尼较透冻。